了这个罢免南投县国民党立委马文君第二阶段的连署书，虽然达到门槛已经来送件，但是日前收到中选会补件的公文，讲要搁补1730份。上主要是因为因第二阶段连署书互汰掉将近4000份。罢免团体是来哀惨，讲参符合规定的嘛共汰掉，根本是咧甲因挑难。南投县选委会讲，拢是按照作业的流程来办理，若是字体潦草，或者是写简体字，户政系统无法度辨识者，就会汰掉。针对国民党立委马文君的罢免团体继续咧收连署书，因为因第二阶段连署阁需要补1730份。经过了解，因被拍掉的将近4000份的连署书，经过因的比对，其中有真侪有符合规定的，这嘛好这罢团积极讲被刁难。从111年到现在的签名，我就发现它是一样的，但是我不懂为什么我在银行、在其他单位、在正式文件的时候可以，但在这次的时候就被剔除。各资栏位有错误或不明，剔除了1035份是最多的，其中有志工本人或者是志工的家属。这个部分我们就是可以确定他的个资都是正确无误的。罢团的志工比对影印本发现讲，即摆被拍掉的连署书有未足疑点，包括共一个人被拍掉2摆，比对资料正确，也毋过有人被拍掉，而且是姓肖的较侪。我们现在就是先做强力召回，因为我们现阶段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先过补件。大家除了沮丧以外，更多的是觉得还蛮压抑以及遗憾的啦。虽然说有这些情绪存在，但是我们会顶住这些压力。面对刁难的争议，南投县选委会安尼解说：名字过于写得潦草，或是那个字体简写。与户政系统差异颇大，也无法辨识第一阶段的提议人跟第二阶段的联署人重复联署这些我们查对人员都会一一的来删除。选委会定前讲，拢是依照作业书底办理，在补件期限压力下，罢团将会继续扫街甲拜访，要加时间比赛。Hello， 我是庄慧琪。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